分享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英群阿群妹。大家注定吼也捧糖吼，又好食，对身体有贡献，因为比起正经的砂糖来讲吼，也捧糖伊就无按皮，讲皮的人大家可能当人就当好食捧糖泡嘅饮料啊，无就加柠檬啊。嗰首今日福起来咧节目当中，要爱同大家来小解呀捧糖嘅部分。上来啊，也捧糖乜嘅时节，一年四季暗藏嘅时节，乜嘅时节做得来采。韩国生来有按多种，哪条捧糖爱同大家来小解呢？就晒晒来分享今日的来宾是我们的孝贤阳光农场的江大哥，韩国调岗勇小薇姐，分享亮啥？你好，大家好。欢迎江大哥哈，韩国是小薇姐，欢迎小薇姐。大家好，我是休闲养蜂农场的小薇。好，分享亮啥？来到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小解哈。上来啊，也捧糖哈，有按到嘛个知识，爱同大家来分享哦。其实哈，这个采蜜蜂啊，长捧糖、采捧糖，一年四季全部就做得来采，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对不对？那某 Q 用的散期，某 Q 用的散龟哈，就有不一样的风味。某 Q 用的捧糖哦，比如说可以请大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吗？因为这是你专业的。好，谢谢哈，今天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哈。因为我采蜜蜂一般就是说我们农历过年后哈，我们就要去屏东去采。屏东，因为高天年其实还是比较冷，对不对？北部来讲，北部有一些的哈冷。那南部你说屏东这边的温度气温差不多。屏东差不多，像我这几年去屏东采那个红柴蜜哈，对，温度都蛮高了。哦，差不多有多少度？差不多有20几度、27、8度都有。哦，都蛮高的。至少有按那个温度，差不多过天年过后，就走得去屏东去采蜜了。对，就过年后啊，所以就是过年后我们先去屏东采那个野生的那个红柴蜜。红柴蜜。然后去采蜜采，再过差不多1、2个礼拜采好，再去高雄。哦，这个过一两这礼拜就去高雄哎，再去高雄，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就是像这样哪里有花这样的去。对。高雄采的话哈，又采到过2、3个礼拜，又跑来中部彰化这边，社头这边一直采那个龙眼蜜，就像就是随花逐草，就这样一直从上来这样。真的就像游牧民族，对，过就是农历后哈，就是就要出门了，就是采蜂。Q 啦，过天年过后呀，这个养蜂人家，大家就动辛苦，要开始来做事了。不说过天年过后，都一车5、6月可能在台中中部，那再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在中部采完的话，我们就是要回到花莲去嘛。哦，一般就是对，就在花莲，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在没有采蜂蜜的时候，我们就是做这个蜂王乳吧，做蜂王乳做一做就是。可是做这有时候也有百花，我们就是有花蜜的时候，我们就顺便来采这个百花蜜。不过我用来判断讲说，现在可以去采百花蜜了。那个判断的时机点是什么？没有，我们就是在蜂巢，我们去看呐。而且蜂巢就除那个蜜蜂的蜜采回来都是除在我们蜂那个巢片那边，巢片就满了，我们就知道了。可是我们一般是到满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采，我们不可能是为那个糖来采这样子的，我们一般都是就是像是自己的。头摆啊，在俺寒些时间，俺东家糖都有人讲，学给捧糖啊，学给应该说养蜜蜂啦，学捧的时间会用糖，就是喂它吃糖。对，其实以前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对，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说纯粹就是说很天然的、很自然的田野呢。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刚是讲有人讲V 啊，这个喂蜜蜂吃糖的，跟他去采天然的这些花蜜的，有嘛该某共用？那个花蜜哈，吃起来口感的确是第一点是口感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可是那个它有时候哈，我们采的那个喂糖给它吃的那样子的蜂蜜，那样的蜂蜜哈，就是结晶也不同，那个结晶会比较大，很硬。
外观上也都看，外观上也都看得出来这样子。哇，古早今日也有懂到这个相关碰糖的呀的知识，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其实刚才大哥你有说吼，甜食它小嫩的话要温暖一点，这样做的去菜呀的碰糖。不过吼，像糖果有你，没会有去采嘛个冬蜜，其实你们也有采过冬蜜。生来冬蜜是什么东西呀？冬蜜就是说哈，就是它采的是比较容易结晶啦，因为它的葡萄糖量比较高啦。可是，一般都是冬天天气冷嘛，一般我们是不采。就像去年，可是去年有暖冬。去年的时间寒天可能没冬收呢。对，要暖冬就是比较有机会采到冬蜜啦。不然一般就是这个时间哈，天气很冷，就是采不到，就是要看老天爷要不要给我们一口饭吃，就是暖冬这样可以采这样的。故说一般来讲，正常的采蜜的期间大概是几月到几月？还正常一般都得有普通后采。其实这个花就是我们养蜜蜂就是要看这个花期嘛。花期刚才讲过了嘛，就是过年后就要去采，就是屏东啦、高雄啦，然后在中部啦，中部才有就是回去花莲嘛。其实花莲也是有好，就是百花蜜，就是其实整年度都有好采啦。整年度，可是整年度好采可是它整年度都是有好采，可是要它看那个数量，它那个量多不多？不够的话，我们也尽量不要采，就是等，或是说有时候也让蜜蜂去吃嘛。所以我们就让蜜蜂去吃，然后我们的蜂王乳的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这样子。我们因为平常都在生产蜂王乳。对，本地的请用它田野的方式，天然的方式让它成长嘛，对不对？我们不要拿太多。本地七感妹有吃演它自己生态进行的方式。对。古时候其实呀，采妹采蓬桶每一天按容易的事情，刚刚太高有讲，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对，要逐水草而居，人家是逐水草而居，你们不是逐水草而居，你们是逐花蜜而居。对的，对不对？那片有伐，那片有蓬桶，就会去那片来输。对。真的同大家来讲一下，有的人是定点的养蜂，有些人是像你们这样子移动式的养蜂，差别在哪里呀？定点养蜂哦，就是其实我们台湾哈，就是说，就是像刚才我讲，就是去追那个花来采蜜啦。可是回到花也是定点，就是定点，其实就是不搬走了，就比较少，就是不搬，就是最主要是回来花莲，就最主要是生产蜂王乳了。就蜂王乳也是我们最主要养蜂的主要产品。对，不只是蜂蜜，也是蜂王乳这样。古时候像澎王那部分，就会地法莲是定点的方式。那如果是移动的话，就是其他地方。带点要的澎是带着蜜蜂移动的。对。原来是这样。这个移蜂很辛苦呢。真的很辛苦，都是要晚上啊。晚上的时候蜜蜂才会回来嘛。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搬到大卡车。一般说我们要到屏东去都是。雇请那个差不多15吨的卡车嘛，15吨的卡车载我们蜂箱，所以说都是晚上在移蜂，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哇，韩国有赏识，很可能会分呀蜂的调度，对不对？对。蜜蜂这人，以前一开始在养蜂的时候，有吃到蜂的蛰到，会觉得很可怕吗？像我老婆刚嫁给我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怕蜜蜂，对，我小孩子看到蜜蜂，他就会惊声尖叫。知道呀，黑可能 N 穷 C 都胎，我们不管是从卡通就知道，人家小熊维尼就是会挖蜜蜂的时候，挖蜂蜜的时候就是会被蜜蜂叮啊，大家就是会讲会捧会调斗啊。对啊，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已经接触这个行业，那因为我们接触这个行业是承接家里面的。我公公婆婆的，对，那因为他们年纪大退休，那我们本来在台北都有很好的工作，可是为了说这个，因为这个行业是说可以照顾别人，也可以照顾我们自己的健康嘛，然后所以我们就放弃掉台北的工作，然后回来花莲这样子。就转去花莲，就可以试亚条路。对，爸爸妈妈都还在，就回去。顺便也回去照顾爸爸妈妈呀。对。不过谈讲吼，像呀蓬的啊，没有某 Q 用的品种哦，有不一样的品种，对不对？比如说有哪一些在市面上台湾有在养蜂的，
大致上都是养哪一些？一般，我像我们一般在台湾的那个养蜂就是那个意大利种的西洋蜂比较为主啊。意大利蜂，那专门该大家就会先养种的蜂来用哦。一般就是产量就是像意大利蜂，就是可以采到蜂王乳。哦，其他的蜂蜜，其他蜜蜂不行吗？对，其他蜜蜂就像比如我们现在养那个野蜂啊，中华蜂，对，它那个就没有办法采蜂王乳了。哦，它采集不到。对，采集不到。可是即使我们去制造蜂王乳出来，它也是一点点，它也是没有那个经济效益。对，没有经济效益啊。所以说我们养那个西洋蜂最主要是其实是采蜂王乳比较为主啦。对。啊，就是有花蜜的话，我们去采花蜜养，所以西洋蜂的经济效益会比较高。对，不过像那蜂的个性，其实每一种不同品种跟蜂的不同的个性，对不对？其实你们听说有养过野蜂？养过野蜂，其实野蜂哦是。像我说实在，我养野蜂我比较没那么专业，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养野蜂比较专业的人也是养得不错啦，因为我们最主要是养西洋蜂啦，就是野蜂跟西洋蜂养起来那个差别哦差很大，真的差很大啦。因为西洋蜂比较好养，比较就像别我们人类驯化了。哦，就这样。它会躺发啦，安古石条会转都不卡。对，比较听话。对，古时候像按你古天的产量来讲，可能用呀这种意大利蜂，对，因为它好来用，比较好来管理，对，产量方面也比较稳定。对，它产量比较高啦，然后蜂王乳花粉还有收集花粉会比较高，这样子。一般的那个中华蜂，一般的野蜂就是它是纯粹就是有蜂蜜而已啦。纯粹有蜂蜜的话，我们去养的话，我们就是产量少，所以说经济效用会比较低一点。所以说中华蜂还是有人养，可是比较少数。就是这样子。可以啊，同大家就底下几专业的哦，按照知识我同大家来分享。其实还有含卡的故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花莲的这个休闲养蜂农场，佢也就带来按到蜂桶韩国有同道相关于蜂桶韩国蜂的同道知识，而同大家来分享哦。加下阿群妹谈的同道，比如讲，其实种营养四季都有蜂桶好采数，唔过好，我看下品质，韩国看下数量，好，其实也头摆就是阿群妹冇认真去了解，可能。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朋友，大家咩唔咩按底下的知识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鼓手今年就有抢到这个江大哥还有小薇姐来到节目当中啊，听说就会带来好色的捧头不爱色了。听说你的有一种很特别的蜂蜜，而且还特别讲哦，亚种捧头清凉而大强身，直接吃对不对？因为一般我们蜂蜜啊，就会想到讲泡水要跳水呀，也还讲泡雷梦水呀，就是来当饮料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们却建议这一种特别的蜂蜜而大强身，这是什么蜂蜜啊？这个是台湾我们比较高山的野生蜂蜜哦。那它是红柴蜜，可是它有一个学名叫厚皮香。厚皮香也是一种伐，对，它是一种树，一种树。对，那树上面它会开花，然后它这种花它是只有开花不结果的哦，它没有像龙眼，它有龙眼的果实，对，它倒是没有，所以对它的味道很清香，然后不会太甜。哎呀，它来试看啊，好，试看看。它吃起来的感觉像冰沙一样，入口即化，对，然后它感觉很绵密，像很多，对，很香很清香，像我有很多的客人，他们就会直接含一口在嘴巴，然后就是或者口水慢慢的吞下去，有润喉的感觉，对，而且它的结晶有非常非常多，对，而且很绵密。这种淡淡的清香味，这个清香味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红柴花，它的来源，它特殊的独特的香味哦，独特的香味。其实这种树种哦，很少，就屏东
屏东那个地方才有。因为我头摆食东道红糖，其实冇谈过有 TPA 一种品种的蜂蜜，很多红柴蜜，因为可能有食过龙眼蜜或者是荔枝蜜，对，它的董家食豆百花蜜就是所有的花的综合，但是没有特别吃过，它叫做红柴蜜，暗用的红糖。少，这很少了。这个因为这个树种哦，因为这个树种是野生的啦，香哦。这树种是野生的，没有人管理的。这一种是国宝树，一个那个保护的树木是这样子。这在屏东的山上才有的树木。不过你都有没有想到讲，你有没有提到讲亚种红柴花，以外有 TPA 的香蜜，你有没有想到讲去采鸦片的按的品种？这个是误打误撞的。为什么啊？什么意思叫误打误撞？因为我们当初我们把蜜蜂移到屏东去，是跟那边的地主借地来放。可是那一次就是刚好跟人家强蹦了。然后我们不得已，我们就把我们的蜜蜂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这个地方就刚好有红柴树。对，那我们就想说奇怪，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蜜这么香？我们也不晓得这是。你要有 hito 给片，是，这样 hito 讲，有没有暗用的蓬头暗香？哇，惊为天人！就说这个蜂蜜真的太香了。像我们很多的客人，他们吃到我们这个蜂蜜，都觉得这个是很特殊的味道，好好吃哦。他们到国外去，要吃到这个蜜，就是真的口齿留香，因为你会一直想要去吃它。对，而且它不会太甜，像很多年轻的小姐爱漂亮的一些小姐，她吃蜂蜜可以就是补充维生素 C， 对，然后酵素含量高，很多人长期便秘，它可以疏解。真的哦，真嘅喺当后生呢，原来按用嘅普通就用到红柴蜜。冇讲啊，阿佢冇含真嘅係冇糖果，含唔低啊種普通。嗰時候除咗這種紅柴蜜以外，其實沒有其他嘅普通蔥毛。剛剛有講到，大哥有說要到高雄跟中部這邊去採龍眼蜜。對，採龍眼蜜。對，龍眼蜜像是這樣子，它看起來就沒有這麼多的結晶，對不對？龍眼蜜最主要是它的果糖啊，它就是因為結晶就屬於葡萄糖跟果糖，葡萄糖的蜜比較容易結晶。等於說果糖加是講亞膨糖低度，加個水果的糖分呢，糖分較高，它就比較不會結晶。對。就是龍眼蜜龍眼蜜就是它果糖比較高啦，所以說龍眼蜜不容易結晶。這個真的甜度比較高，所以了，給甜蜜懂清楚，一喝下去就是甜的味道，而且你看色類豆。一絲絲的牛年的蜜烯，因為牛年的蜜烯真的很明顯，那就是牛年的蜜烯，對，好好喝哦，而且它口感會有，不是甜而已，它會，你喉韻會有一點點酸。對，有，我已經感受到了，愛調白膜已經整色呀，龍眼蜜的感覺，對，還要感受到它後面在後臉底度，這種有一些的神搖的蜜烯。对，所以我就是龍眼蜜的特色。对，然后因为有的客人他覺得說，好像現在人喜歡不要太甜嘛，对，他就是可以加一些酸性的水果，比如說像那個檸檬啊、百香果啦，還是金桔，這些酸性水果都可以。对，它可以中和它的那个酸性，然后又可以喝得到蜂蜜的酵素。对，而且还有喝到那个龙眼的香气。对。不是牛眼的蓬头会比较适合同样深的这些果汁来做搭配就对了。对。某 Q 用的蓬头色的风范就某 Q 用。对，还有另外一种，它叫做野生花蜜。对，野生花蜜是什么样的花蜜啊？它是属于综合的花，因为我们花莲的话就是都是野生的花卉水果比较多，那蜜蜂它不会去分辨说，针对我要来采什么花种，它有蜜它就采回来了，所以它采回来以后会在我们的蜂巢里面就组合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味道，就是这个野花的味道，它的喝起来就像果汁一样，所以才会说是水果花蜜，对。真的，对，有够色够用，某 Q 用 MEC，你会觉得很像有一种在喝果菜汁的味道。对，就是它前面会有一些些的，你很难去形容，你就会有一些的披起来的情形，韩国一捞着你就真的很清楚的就感受到它跟龙眼蜜跟刚刚的红柴蜜不一样，感觉香蜜是比较复杂的，它是比较多种结合在一起的。对，
有那个果香，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香味，然后它酸酸甜甜的，又不会太酸，也不会太甜。对，里面同跟那个刚刚那个红柴蜜一样，属于甜度没有那么高的暗涌的蓬桶，通吗？对对对，所以其实。3种蓬桶全部就某 Q 优，看起来的样子也不一样。我刚刚有注意到，其实这个野生花蜜，你看起来都在讲，迄鬼干的都是结晶。对。哦，为什么会？比如说，你看刚刚有讲到，就是龙眼蜜它就没有那么多结晶。那为什么野生花蜜它的葡萄糖会这么高，让它有这么多的结晶？因为是花卉的不同。它花卉它本身它的那个葡萄糖含量不同。它的蜜含量不同，所以采起来才会有这种不同的那个你看到的这个反应。对。哦，故说其实乃迪这个蜂蜜结晶啊，跟同样温度有关系，对不对？如果说温度现在比较热，对，比较高，它的结晶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会还原。就会比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比较不会结晶。那温度越低，它结晶就越快，速度越快。哦，对。哦，所以其实像市面上有很多一开始没有讲到，可能有假的也有蓬桶。那像这样子的结晶，是不是可能我黑天使给头前的也有消费者他们判断真假蜜的其中一种方法？算是吗？算是。像我们这个结晶的话，它会像猪油一样很均匀。对，它真蜜的结晶会像猪油很均匀，然后吃起来是很绵密的。对，有些沙沙的那种口感。对，像冰沙一样。那如果是有加到糖水的蜂蜜的话，它结晶的话比较不会像这么均匀，会一块一块状的。哦，因为呀可能就会整那蓬桶同假的蓬桶镂空它，或者整那蓬桶这个部分会结晶，那假的蜂蜜它就不会结晶。所以故说哎看呀这个用结晶来判断，看呀还整那蓬桶也还假的蓬桶，呀可能就会一种风色。是，对，所以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小心吼，在辨别这个蜂蜜的部分。对，因为食安的那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是喜欢说吃到好的。对，那其实我们这个产量也不多。对，就是所以可能很多客人他会觉得说，我们的蜂蜜吃起来口感真的跟外面的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要求品质比较高。对，因为黑这个爸爸妈妈的产业不可以把招牌砸了，对不对？对，不能把它真的面子都挂不行。50年，我们是已经50年了。哇，不错，听超对阿平这种要求，唔单像安尼哦，刚刚江大哥一开始没有同大家来讲的吼，其他的我用安尼意大利风，最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有这个蜂王乳，这个蓬蓬嫩嫩部分。那这个蜂王乳还有这个花粉，还有这个蜂蜜醋是你们其他的产品，对不对？对。那比如说像是蜂蜜醋的部分，周马该会想到讲周雅蜂蜜醋呢？因为我们卖的蜂蜜都是以当季为主。那今年没有卖完的蜂蜜，我们就会拿来做蜂蜜醋。不能明年继续卖？可以啦，可以卖。问题是我们想要就是新鲜度越新鲜越好。对。所以蜂蜜醋量也是少，因为我们每一年采收的蜜是不多啦。对。那像今年采收的蜜就没有剩下，所以就不可能做蜂蜜醋。好，原来是这样。不是看天公报就抽天公报本几度，然后就买几度就做几度。不是因为今年没按到碰到，今年就没做了这个蜂蜜醋，那所以我现在说红阳是老醋的意思就对了。那一瓶蜂蜜醋要2年才可以喝。对，所以你听到时间，故说就算亚普桶黑，今年的也没有关系，我们之后放2年没做的来做出品质非常好的这个蜂蜜醋。对，那除了蜂蜜醋之外，接下来就是蜂王乳了。蜂王乳，对，蜂王乳它是简单来讲就是像燕窝一样啊。它蜂蜜它吃花粉跟蜜蜂吃花粉跟那个蜂蜜哈，它经过它下颚咀嚼，以后吐出来的，就是蜂王乳。蜂王乳顾名思义就係蓬王裝色的，古時候假使講唔識呀蓬王呢，就會同蓬王色的度，用面在暗號的東西。好，其實還有當到其他嘅故事，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各位觀眾朋友，
要分享大家要真到福起来咧，我係钟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哈，對花蓮來啊，兩公婆佢啊，就係這個休閒養蜂農場，佢啊都有當到農產品，像我當到品質當好嘅蓬桶啊，還有一隻阿群妹我從來冇食過嘅叫做紅柴米，即係當地片，原來也係屏東嘅大白醬油嘅按用嘅叫做紅柴花，有按貼片米絲真係係當香嘅按用嘅蓬桶，當難得阿群妹來食到吼，要同鄉親朋友來分享。唔單止按呢，剛下面有講到吼，其實有蓬桶吃這個蜂蜜醋的部分，然後還有這個蓬王奶、蜂王乳，韓國唔單止按呢哦，韓國東東什麼人呢？像阿群妹按呢嘛，需要養顏美容，要很漂亮，要吃什麼呢？而且花粉。所以來吼，這個花粉到底是怎麼來採收的？其實呢，大概看到呀花粉吼。看起來就按你一些粒一些粒的嗡嗡的，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採收的，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它花粉就是說它蜜蜂很早它就出門去採，對，去採花粉，它是每一朵去花粉去沾，然後它兩隻腳，哦，花粉就夾到兩隻腳，後面兩隻腳上面，像棉花棒，像棉花棒啊，好可愛哦。對，它回來的時候，我們就是用一個孔洞，讓它鑽進去，鑽進去，可是它花粉沒有帶進去，就把它收集下來，會刮下來，就像脫鞋子一樣，對，把它刮下來，然後再把它乾燥，是不是就變成？對，這要乾燥。所以就它採回來就是這個一顆，大小都不一樣。聽起來有一些嘞淡淡的香味，韓國有一些嘞像是紅蘿蔔的味道，對，覺得很香。這個有特別，像餅乾，吃起來像餅乾嗎？香香脆脆的，你可以吃看看。可以泡了，也可以泡在開水裡面稀釋，對，加蜂蜜也可以。像我婆婆哈，不是你婆婆，是我婆婆，是我媽媽啦。她婆婆，我媽媽哈，她每天早上都泡那個麥片，對，牛奶啊，加牛奶，那個泡個花粉。好特別哦！韓國人看起來色，其實每顆都是不一樣的對，做乜該不會按你冇共用？因為那個花它每一個花都不同。所以它採回來，那蜜蜂它不會去分辨什麼花種，就是有花粉它就去收了。對，那我們也是盡量以天然為主，不要說去挑什麼花，然後採什麼花粉這樣子。對，古早呀就會田野的東西，這些蜜蜂它們出去採蜜的時候，順便帶了一點花粉進來。對，然後我們就把它採集下來。對。哦，原來係按你古早後，當人講愛食一啲東西，不同的東西，還是說蜂王乳啊，還是說花粉，都講對人的身體空間都好。我想其實因為自古以來，當人就按你食，南昌按你其實，有按你這麼好的成果，沒係因為人家都要按辛苦。其實要捧嘅全部係真正懂辛苦的事情，對，很辛苦啊。比如說，其實我們以前都是在都市裡，我長大啦，他是在台北上班嘛，那我以前都是在台北啊。然後其實真的回來花蓮真是好山好水，可是真的好無聊啊，對，什麼都不方便。然後尤其我們在接觸養蜂的話，就是每天都在樹林裡面，唯一一個好處就是每天都聽得到鳥叫，然後看得到花這樣，田野內反應，對，空氣很好這樣子。可是真的因為我小孩子很小，剛回來的時候很小嘛，然後我們就要帶着去蜂場工作啊，對啊，然後就是蜂場，因為我們蜂場它是很天然的森林嘛，就是什麼都多啊，你想得到的動物什麼都有，蟲多蛇多，對，什麼都有，都是，所以我們變成說好像，那個環境哈，讓我不能去適應。一開始有吃到不能適應的狀況。會啊，對啊，而且因為我們蜜蜂哈，它是沒有分季節的，我們每一天都要去照顧它，不能偷懶的。對，所以就是我們沒有放假的時候。對，那今天來上節目就偷懶的一個下午，難得可以偷懶來台北，對不對？
我平常是就会从照顾生意呢，就用按来照顾棚诶。对，是全年无休。我可以问一下，大概像是照顾亚的棚诶啊，要做什么事情吗？因为像俺完全某真景去看过人家这样子去养蜂，长时间的养蜂，可能有看过啊，泰哥就把那个蜂巢拿出来啊，拿去那个脱水机转一转，然后蜂蜜就流出来啦。那到底你爱照顾亚的蜜蜂，照顾这些蜂巢是要照顾哪一些部分呢？其实蜜蜂哈，它有很多疾病，跟人一样。对，那你看到的蜂巢哈，它只是外面像一个房子而已。那里面很多蜜蜂跟我们人一样，它有不同的疾病会发生。啊，棚内还会不会偏哦？对。那我们要去防治，要去帮它把里面清理干净。然后如果说这一箱蜜蜂它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是要放弃还是要救它。对，那救它我们是不使用抗生素的，对，就是用天然的方式让它慢慢复育，让它恢复健康。那如果时间过久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有200多箱的蜜蜂嘛，那其实每一天，整理的话大概只能60-70箱、70-80箱的时间，好多哦。对，所以变成说每一天有1、2、3，就是3个地方，我们每一天一直重复去蜂场，所以才说全年无休这样。故说唔但像全年无休，还会又会看电视，爱看电公报，爱本语呀，就食饭咯。唔但像按呢，因为它有懂人讲，其实蜜蜂可能在50年之后就消失了，因为它环境的变化。对。其实不只是环境的变化，韩国人力是用亚的农药对铺分。大哥，你们有深刻的体验吗？对，有，异口同声，有没有？有这个农药哈，其实农民你叫他不撒农药也不可能，因为他也要生活，不是他们本身，他们农民也是要生活，多少也是要撒农药。可是蜜蜂就是对这个农药很敏感啦。哦，有时候我那个蜜蜂吃到农药，就死掉很多啦。我那死掉整个那个蜂场都有味道，会臭，会臭。可是也没有办法，你农民本身他也是要生活，我们也不能怪他，只是说我们去选择那个比较没有农药的地方，我们去选择那个要摆蜂场的地方比较没有，尽量去偷它刺眼的手残干，像人家迄因为惊到为了这个蜂场选在花莲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花莲的手残真引黑它田野，然后我们的占地比较广阔，蜜蜂比较有机会可以吃到没有农药的这些植物呀的，我们尽量避免，就是尽量避免不要去碰到农药这样子。真的，唔但像也品质爱好，其实行销的方式同包装没同重要。其实唐公看人家的这个红柴蜜的这个包装啊，非常可爱哎，都得同大家来收集一下这个包装吗？这个是我们106年那个客委会帮我们设计通过的，对，包装新的包装。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种，让我猜，好，它有什么样的意象啊？吃到一下冲一张凤凰木的屋檐，对，猜对了，聪明，没错，对，所以它是一个凤凰木的概念，对不对？然后我们上面有一个50嘛，这里，对，就是我们的已经50年了。哇，已经50年，按从的时间，对，所以其实像是这样子的小农，在地的小农，而起家来，做整个形象，因为夫妻休亚的棚已经很辛苦了，已经都辛苦哎。故说行销亚部分其实很困难，是很辛苦的。韩国人家我们有同后生的同亚的学生的来合作，做一个产学合作，对不对？对。哦。像我太太就是跟那个我们花莲那个私立的四维高中去合作，是就是因为他们有参加一个经济部的活动，就是可以帮一些小农设计网站啊、粉丝页啊，然后刚好我也是经济部辅导的小农之一，然后他就从这里面去挑选到我们。那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对这个网络就是行销比较弱，我们对电脑比较不熟悉。呀，应该讲，这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在行销方面，可以要找人家被量呗。对。但是讲又要秀棚然后又要采风，又要做这么多事情，你来负责行销，负担是很大的。对。那因为学生他们年轻嘛，他们有创新的思维啊，对。然后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他会帮我去设计，然后提醒我。
我就觉得他们老师跟学生都很热心，对，那也是帮助到我们。然后我们提供的他就是让他了解蜜蜂的生态啊，然后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想要了解自然生态，对，那蜜蜂它是不可或缺的，对，其中一环，大自然是很重要的，对。可是他们其实也是很害怕，可是真正来接触以后，他觉得很好奇，觉得太神奇了，对，蜜蜂怎么那么聪明？古手做的讲黑熊蹦熊天，两边互相帮忙就对了，互相帮忙。江大哥跟小薇姐提供给学生们要得有朋友的知识，韩国这些学生们又回馈给江大哥跟小薇姐你们自己网站的设计、行销的这个提供，对不对？行销的协助。古手乡亲朋友，大家看得到好，你台湾的小农真係动用心地嘅经营其他的品牌。今日神农江大哥跟小薇姐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两位。没神农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接下来做运动了。